佛的很多的前面的这个做布施的故事当中来说的话，也是有些呢就是欺骗欺骗他要走了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王妃也好他的这个王子也好，他的公主也好，这些他也一样的给了，他就是出生在他就是转世在一个国王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就是要做这次要作为那个布施的圆满，要达到布施度的时候，他的头也会布施给他。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他的敌人就是对他不喜欢他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派一些人去跟他要，他也是一样的给，他也没有去看他的后面是什么，他有什么样子的目的，没有去看嘛。所以给了以后呢，就是不光是对他有没有帮助，但自己呢已经放下了。所以我们今天前面讲的一样，我能够可以放得下1块钱，我做这个布施，我放不下100块钱，那我就是从我的手中掏走了100块，或者是我还放得下1块钱，这2个功德是肯定是1块钱的功德是最大的，因为1块钱我放得下，我也很欢喜，他也欢喜，但是100块钱我放不下，我不欢喜。也许100块钱对他是会有一点的帮助，但是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放下。所以平常从小小的范围里面，平常你们拿一些贡品来供在这个佛座上面的时候，那你们就你自己拿来的这个贡品拿下来再好像再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不开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就拿过来好不容易供在佛座上的时候是佛菩萨的，不是你的，你就好不容易放下了，你就可以作为供养。今天只是一个糖果也一样，或者是一朵花也一样，你供上去的，那么另外一个世界呢，马上把它拆下来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你也不用为了这个担心，也不用为了这个烦恼。你一旦有了为了这个担心跟烦恼的时候，那就是不对的。比如说有人生病了，然后占卜的人看有什么东西对你有伤害，这些的时候，有些东西对你会有伤害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什么人的手上拿来的？他的执着还存在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魔鬼他的执着的魔鬼在这个物品上，那还是跟着这个物品来了，对使用者没有帮助，而且会有伤害，会有生病，或者是那个怎么说呢，不顺利的很多事情会产生的。所以占卜就是看怎么算命的人，他们就看出来那就是可能是你什么时候，就你从什么样子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手上拿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他就是只能会说大概就是大概的颜色跟这些一个黑色的东西或者什么样子，那就是这个对你有点不好，什么就是你要处理，就变成这种事情的时候都有。但是这些大多数都是因为对方的执着在这个上面。你今天送一个礼物给人家也是一定要这样，你就既然把这个礼物送给人家，人家把它丢掉，或者是烧掉，或者是送给另外一个人，都是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欢喜的已经不是我的，我已经放下了这个。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对使用的人也是会有帮助。不然就像那个平常实践人送礼物一样，今天如果是你给他送了一个礼物那么下一次看到的时候，你送的礼物在他的手上或者他的脖子上，哇，你也很开心，他还在带着我的礼物，就这样。如果是你当场看到就是送给另一个人，你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那你心里就很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是这样？我当初送给他，他为什么送给这个人？等等，这些是不好的，这些是对于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这些都是一定要放下的。所谓的放下就是这样，布施跟这些供养的功德，就是放下我们的执着。你看从这里也讲，怎么说？而因上供三宝，那么三宝是什么？佛法僧。佛需要我们的供养吗？佛已经早就严厉了一切世间的一切执着世间的一切执着都是已经严厉了。我们今天供一个水果在佛的前面，供一杯水在佛的前面，有什么用呢？对佛而言没有任何的需要，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呢，就是必须得要有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执着要放下。前几天他们有问我说，我们要
供佛的水是直接用自来水可以，还是说我们要喝的那个水？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尽量用我们喝的水，啊，那他们说有的时候喇嘛们用自来水，那我就说以后如果是喇嘛们来这边供的时候，他们来拿什么水都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师兄师姐来这边供佛的时候，他们如果是拿自来水供，或者是拿我们就是饮水机的水来供，都可以，我们就不要说任何对与不对。但是我们自己供养的时候，尽量时间比较不赶的时候，尽量用我们饮水机的水去供养的话，就刚刚好。因为我们喝的时候呢，都是喝饮水机的水，自来水应该也可以喝，喝了以后也可能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甚至应该也不会有任何事啊。那么自来水，但是我们一种执着，我们就没有直接喝自来水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是，既然有这种执着的时候呢，供佛的水也是我们直接拿饮水机的水来供的话，那这是最好。但是这是一个佛堂，佛堂是大家的，是一个团体的共用的一个佛堂。所以今天把所有这些要求都是说，哎，师兄这个不行，师姐这个不对，这个这样，那不对呀，那就是又产生这个团体里面的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今天如果是不管是一个师兄也好，师姐也好，甚至其他的师傅们，那就更不用讲，师傅们怎么做，那就是我们就要欢喜的，就可以跟着他们做学习赞叹就可以。今天用自来水来供也可以，今天用饮水机的水来供也可以，今天用矿泉水也可以，都可以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就上供三宝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里？我们要圆满达到福德质量。我们要圆满达到福德质量的话，我们今天就是供上去的东西呢，就是必须得要马上要断除这个执着。从起心动念上，今天来的路上，我就是买一包饼干过来做回供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饼干的钱你是放得下的。那么作为一个布施也好，供养也好，你放得下的，所以你就买一包饼干来，带到这边来，放在工作上。那么接下来谁来使用，怎么样的分给谁，那么哪一位师兄拿走，这个是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当初在这个饼干在那个工厂里面制作出来的话，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工厂里面的所有的饼干都是烧掉了，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放在商店上那么就是它的货架上面的时候，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自从你拿钱把它买下来以后，就是你的那你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从你包里面就是人家拿走的话，那就是我的饼干为什么拿走会有这个执着，对不对？但是你从包里面拿出来放在工作上的时候，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要彻底的，就是要放下，这就是真正的达到供养的效果。如果没有达到的效果，像那个花是我供养的，那接下来等一下要送给谁呢？这个不是你要去管的，你送什么送根本不是你的，你已经做了供养，那你接下来拿下来送给人家的时候，你的本身前面的供佛的功德就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是送给他的时候也是一个执着在上面，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好。今天我们刚好就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就是讲一下这些。自本作人着康中